朋友們，咱們今天又見面了。今天晚上咱們要說的這故事得聊聊中元節的事宜了。這個故事是咱們家一個名叫切片吐司的聽友讓他來提供給咱們的。他說這事宜是發生在他爺爺奶奶身上的。切片吐司呢，是個小姑娘，今年歲數應該不大這些細節我也不太清楚。他說這事宜發生在他們家已經好長時間了，打他很小很小的時候。這個故事就圍繞在他們家人的身旁。那這事宜得打多少年前開始說呢？得打他特別小的時候開始。他說媽媽爸爸就經常說，一到了入秋了，爺爺奶奶的身體就會不好，但是只要一過了入秋，好過這一股勁而去，老太太和老爺子的身體立馬就開始好轉了。而且小時候不太注意，因為那會兒爺爺奶奶還年輕，到了後邊而稍微大點兒的記事兒了。他說有這麼2次差點把他嚇，並不是跟秋天有關係，而是當時的一個節氣有關係。什麼節氣呢？正是這中元節，就是咱們老百姓所說的7月15了。這姑姑跟他說說這話說的一點兒都不邪乎。你爺你奶不知怎麼回事兒，平時什麼毛病都沒有，打年輕40來歲的時候，不知道為何一到了7月15，兩人的身體就鬧不息。一開始我們問過醫院，醫院的人說這是入秋了，老人身體不好。後邊又問過什麼中醫，中醫說到了秋天的時候，這寒氣逼近，再加上我們又是北方，所以說老人發病是正常的。但是又問中醫說這老人為何經常是一塊兒生病，他們也是解釋不清的。所以說你爺你奶這經常到了7月15左右生病的事宜，這是真解釋不通的。這會兒特別小的這個咱們家這切片吐司，指他不清楚怎麼叫7月15，他就問姑姑7月15是干怎麼的沒想到姑姑竟然告訴他說7月15你都不知道那是鬼節所以咱們切片小時候對姑姑的這次聊天而記憶猶新。由於姑姑說到了這鬼節的鬼字兒的時候，她說我當時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我心裏邊就在想，但我沒敢說出來。難道爺爺奶奶一到了7月15身體不適，那跟鬼有什麼關係嗎？所以自打這兒開始，我就特別注意着爺爺奶奶的身體。爺爺奶奶兩人的身體成了我小時候的身病，逐漸的隨着我的年齡長大。等到我上高一的這一年眼朝着又快到了7月15了。這天呢，是我跟媽媽說的，媽，咋要不去爺爺奶奶那邊住吧？過2天就到7月15中元節了。你說他們倆又犯了病，不然不麻煩嗎？我媽當時覺得我長大了，知道痛爺爺奶奶了，那特別的高興，就把這事兒告訴我爸了。我爸呢，聽完了之後呢，就跟我媽說：今年我還真得去，你們倆不用去，你在家看着孩子，我得去我爸媽那兒。那個我找了個偏方，前些日子託同事問了一個什麼五台山上的一個高人吧，他跟我說，他說讓咱們到7月15這天呢去燒點子。而且你邊兒給我講了好多門道的，反正你也不用管這些了。到那天我去我爸媽那兒就得了。我呢也叫了我大哥二哥，他們到時我們一塊兒看看能不能給老爺子和老太太把這個事兒給他破了。別回來，一到了7月15就鬧身體怎麼的，弄得齋也擔心老太太老爺子呢，他也跟着受罪。當時爸爸跟媽媽的這一番說辭，說白了是我勾搭出來的。要不是我說，就到爺爺奶奶那兒，爸爸還沒跟媽媽說了。由於媽媽特別的崇尚於文化，不愛聽爸爸說這些東西，就沒當爸爸說這些事兒是回事兒，只是告訴他說那行，
你們就會搞這些東西，跟這些東西沒關係。之前你們就都懷疑這些事兒，不可能是這些事兒。二老亞就是一入秋心臟可能就不舒服了。爸爸當時也沒跟媽媽矯情，這插曲就這麼過去了。直至後邊就是直奔7月15了。可等臨近到了7月15的這一天，又出了點蹊蹺的事。怎麼蹊蹺的事呢？到了臨近7月15，還有3天，我們就要開始放假了。頭放假的3天的時候，一天晚上我回家進門洗完手，準備上桌吃飯。我爸就在桌上跟我聊起天來了。那個誰，你可能7月15的時候，你得跟爸爸去奶奶那兒。爸爸一張嘴說完這個，媽媽在邊上眼睛痛一亮。7月15，不是說不用我們跟你去嗎？不行，我呢，又問了人家一下，全家一個人都不能少，必須得到。我也得去嗎？對，都得到。你跟孩子渣三一個都不能落，因為7月15那天得燒紙，晚上渣們一家人全部一個不差的都得到場。媽媽聽完了就沒說什麼，我當時也沒說話，就點頭答應了。也就是說到這兒，我就感覺到這事貌似有點神秘。爸爸得好好的轉變了主意，又讓我們7月15去奶奶那兒。這會發生什麼事兒？然後就是趕等到了7月15這天了。到了這天，果不其然，一大早我們就都奔奶奶爺爺家去了。到了爺爺奶奶家之後，進門呆着看爺爺奶奶面色挺好，沒什麼事兒。當然每年我爺爺我奶奶發病不見得是7月15這天，就這些日子，所以這天一看老太太老爺子沒什麼事兒，大家呢就沒怎麼提這件事兒。只是到了中午吃飯的時候，然後我大伯他們來了。大伯來的時候嚇了我一大跳，怎麼回事兒呢？大伯手裏邊兒提着2個黑塑料袋子，包括大伯的一個同事也跟着大伯，每人手裏都提着巨大的塑料袋。仔細透過着塑料袋，能看得出來裏邊搭的都是那金元寶紙錢怎麼的。然後大活來了之後，一看大家伙在吃飯，大伯就說：老三，先別吃了，跟我下樓忙活一下，趕快，車在下邊兒等着了。然後我爸馬上掠下筷子，跟我大伯就下樓了。我當時說實話，好奇，我就假裝剩飯跑到廚房，從廚房陽台望，看看樓下他們到底幹嘛了。我這麼一瞧，只見樓下停着一輛大卡車，大卡車上是一隻大紫牛，一隻大直麻，而且這車上還不只是這輛東西，還有4個紙人呢，一看就能看得出來，這是我大伯找車拉過來的。看來今天晚上就是要燒這些東西。馬上我這飯也裝不上了，我就開始看着樓下，就看我爸的，幫着大伯開始卸車，把這些紙兒紙馬卸下來，全部放在我們家門口了。哎呀，畢竟這會兒我也大了，民族的東西我都懂。這一般情況下，中元節祭拜燒紙沒有鬧這麼大動靜的，這是要出什麼事兒？這事兒就一直在我心裏邊壓着，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然後這件事兒直至到了接下來就是晚上5點多了，5點多我們家準備開飯了，忽然就聽大伯的電話響起來了。沒一會兒，我們家門口就來了個人，這人在我家門口敲着門呢。大伯開門引進來一個男的，這男的我得給你形容一下形象，身高有個1.5米左右，駝着背，滿臉貌似長滿了黑褐色的那種黑斑，人是又瘦又乾，看着像活鬼。進屋之後，我說話的聲音一張開嘴，我就有點兒害怕他。大伙兒等會兒我吃飯了是吧？
這人看起來也就是3、4、10歲的樣子，一張開嘴像個老頭子。我當時就有點兒難受，怎麼我們家來個這樣的人呢？包括我媽也挺不喜歡他的，立馬就聽大爺呢，把他隆重的介紹了一番。老二老三過來，這是張兄弟那誰吳師傅介紹來的，一會兒就是他給揸印路，全程他指揮，可千萬得聽人家的，這可是厲害的人。然後我爸跟我二叔兩人聽完之後，立馬就給人家道謝鞠躬，謝謝你，謝謝你，馬上還給人鞠躬。我一看這乾這人是乾的，過了一會兒吃飯的時候才知道，因為吃了半截飯快吃完了，這人在給我們講話，告訴我們眾人一會兒大家一塊兒下去燒紙的時候，千萬聽他的指揮，他說怎麼一定聽他做。而且呢，大家伙兒一會兒可能到了樓下會遇到一些特別些古怪奇怪的事情，無論大人小孩，低下頭，如果你用餘光看到了就看到了，千萬別說出來。而且這局如果要破了，今天可就白折騰了，弄不好渣就得等到明年去了。然後我當時聽完這話之後，全身就雞皮疙瘩豎起來了。他當時說的時候，他滿不在乎，覺得不是事兒，還挺開心的。可是我聽着我就琢磨一會兒能出什麼事兒，會鬧鬼嗎？畢竟我是個姑娘，是個小女孩兒啊。但是我當時那個氣氛我又沒辦法問，只能硬着頭皮等到了9點半，然後就在這個位個子的男的組織下，帶着我們全家排成了長隊。就從大門口出去，包括下樓梯兒的這個過程中，都得是按照排隊走的，以大伯為頭，直至到最後邊兒是我小姑。我當時頭低着，渾身發抖，用餘光斜着眼睛這麼看着那兩人，不知道打哪兒來的，是一個老太的和一個老爺子，兩人歲數跟我奶奶爺差不多大，老太太胖胖的，老爺子個子挺高的。挺寬容的，而且這兩人呢，一開始我以為是上我爸那兒搗亂去的，沒想到他們走到火堆旁邊，他們根本就不怕，只是先環顧了一下四周，又打量了一下我爸、我二伯、我大伯，然後這兩老人就奔着火堆裏邊兒走進去了。媽媽，你看那火堆邊上好像有兩人，我媽當時這手合在我的肋膊上，合得特別痛。我能感覺到，我媽肯定也看到了。馬上我媽跟我說：別說話，她不說不讓說話嗎？我看到了那兩人，那兩人我怎麼好像這麼面熟嗎？那是鬼嗎？別說話，別說話，站着別動。媽媽在這兒呢，沒事兒。然後我就不敢說話了。我們娘兒倆對話的這個功夫，那兩老人呢，進到火堆裏邊兒，停留了可能有這麼10多秒鐘，然後接下來兩個老人就從火堆的另外一頭走出去了。先走出去的是老爺子，然後就是那個老太太。老太太剛一出來，我更嚇懵了，只見老太太後手邊存着一隻牛。牛也是從火堆裏邊逐漸出來的，而且這牛完了還沒有完，後邊兒就是一匹馬，馬旁邊還跟着兩個人。這不是剛剛燒的紙牛紙馬紙人兒嗎？怎麼讓這老太太和這老頭子給弄活了？頓時間我就懵了，我當時不再像剛才了，剛才是我媽抓着我的胳膊，我一下就抓緊了我媽的胳膊，媽。我害怕，我媽馬上也抓着我的手，別說話，低頭，別看，別說話，別說話。我媽這麼一說，再加上我真的是嚇壞了，我就不自然的把頭放低了。然後接下來發生的一幕，說實話不敢看了。可能我要是個男孩兒，還能給你往下講下去。等過了好長時間，得5、6分鐘。火慢慢的就明顯，
火苗子就下來。我這才在那各位個子男的招呼下，讓大家全都抬起頭來。我這才敢再抬頭，抬起頭來之後，發現那火幾乎就剩下一些火星子，火完全滅了。那牽牛的老頭兒老太太也不知道去向。然後這會兒前邊那小個子男的又開始指揮起來，大將讓大家跟着他，千萬不要回頭，也千萬不要左顧右看，無論發生什麼動靜都不要動，只跟着我走，揸門直接回家就好了。當時我特別緊張，對那小個子的男子的看法也都變了，不再只看人家外表了。我發現這人挺厲害的，就按照他說的，跟着媽媽打着囉嗦，就這麼往前跟着隊伍走着，然後回家的這一道而上。後來跟全家的這親人們聊呀，好多人耳邊兒都聽見有人在說話，說話的這兩人兒，奶家的轉過天來就離開了爺爺奶奶家，回家之後，爸媽包括大叔他們都擔心爺爺奶奶犯了病，可是不知為何，後邊相續過去了好多天，這一次7月15，爺爺奶奶真沒生病。然後再接下來就是我跟我爸聊天兒了。當時聊天兒是我跟我爸還有我媽我們三人一塊兒聊的，其實是我們娘兒兩撮合好了，想問問我爸，他那天有沒有看到一個老頭兒和一個老太太牽着牛馬走了？沒想到當時問的時候並不是按我想象這樣問的。你知道我媽當時是怎麼說的？那個志成，我問你個事兒啊。那天你在那兒燒紙，你看見一個老太太和一個老婆了嗎？沒看見，你們看見了。我跟你女兒都看見了。然後我就問了那誰，我就問了二嬸兒了。二嬸兒說她也看見了。我以前看過你們家的老照片兒，我怎麼感覺走的那兩人像是你爺你奶啊？我當時一聽我媽這麼一說，我心裏痛了一下，要不我媽那天說這兩人有點兒面熟呢？在回憶起來之前，我也看過我們家祖爺爺祖奶奶的照片，還真有點兒像。然後你知道我爸是怎麼回答的？那看來是真的啊？怎麼是真的？你不知道這事兒是怎麼回事兒啊？我怕你接受不了。我沒跟你說，人家說當初啊，就是我爺爺奶奶死的時候，我爸媽那會兒那個年代嘛，不讓出殯，等於當年我爸媽處理他爸媽的喪事的時候，隨隨便便就給埋了。然後人家說咱們這個爸爸媽媽一直生病啊，是因為他們的爸媽。你走，一直看着他們，你說常年身邊有這東西，他身體能好嗎？尤其是一到了7月15上來就招他們，所以我們這等於那天晚上那寶閣燒紙，那是給那二老送走了，不然老在爸媽旁邊兒，這不經常生病嗎？沒想到啊，人家說的還真對，你們都看見了，那看來這些東西還真不能不信了。我爸當時說完這些，我不知道你聽沒聽懂他說的什麼意思。我可聽明白了，合着我看見的那是我太爺太奶，並且我太爺太奶這麼多年死了幾十年了，一直還在我們家看着我爺爺奶奶呢。好了，小伙伴們，本期故事給大家說完了，得了啊，那今天就到這兒了，朋友們，我們下期節目再見。